近年青少年嘅精神健康成為社會關鍵課題，所以專才會創辦咗精神健康解碼呢個慈善項目，並匯聚咗15位心理學家、精神科醫生，再加上12位專業人士，透過佢哋嘅專業知識貢獻社會。我哋嘅目標係幫助家長提升認知，學識如何以正向嘅方式支持孩子面對情緒挑戰。我哋嘅項目包括家長教育視頻、專家到校工作坊、精神健康桌上遊戲、正能量海報、俾孩子放鬆心靈嘅小型音樂會，專家提供學校建議及指引。我哋相信健康嘅心靈關係可以改變家庭、改變社會，甚至改變未來。讓我哋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。精神健康解碼與每一位家長同行，共建更健康、更和諧嘅親子關係。